感谢伊真哦，咱继续来关心咱国内罢免案的进度。目前是有19个国民党的立委罢免案，第一阶段已经通过。另外，包括齐卡新、大树堡等13个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，第一阶段嘛通过了。因为目前民进党立委的罢免案拢个爱保证，正从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得招郑道南来声援，嘛呼吁讲国民党得爱动起来，那样嘛对中选会来提出质疑。面对全台大罢免潮，中选会讲，到初三为止，拢总是32件国民党立委罢免案，下当入来到第二阶段的人数，12件民进党立委的罢免案是无够件数，必须要补件。互那爷质疑讲是故意的操作，对这中选会的主委李进勇是严正批评。我们地方的选务人员在查对的工作上，都是秉持着依法来行政，而且严守中立的立场。联署书它呈现的是什么样子？我们就是按照规定来做查对的工作。进前大骂国民党罢免的战略真歹的中共前董事长赵少康，是亲身找郑道南到网家国公市场替罢免台北市上午立委的团队。对这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讲，会做好准备，无人在讲的零处理。民进党哪是只靠人民团体？人民团体哪有这个力量？人民哪有这样的资源？人民团体哪有这样的这个金钱？不可能了。国民党这年轻人充满了这个热情跟斗志嘛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应该帮助他们。台北市在政治的结构上相对是蓝大于绿，所以国民党依据他们的政治优势，择定了在台北市对于双吴思瑶、吴沛忆要来进行恶霸跟乱霸。但我们相信正能量会力挺优质的立委。大罢免特别入来到关键的第二阶段人数 ，NGO 组织嘛开始串联响应，除了声援伫上前线的罢免团体，嘛呼吁法务部、警政署、中选会和相关单位，应该比照选举时期，针对违反选罢法的相关用台行为来做查察。国民党和国民党的这些执政县市，他们已经开始耍很多小手段。如果你们继续恐吓这些团体，跟恐吓这些个人，只会激起更大的愤怒。来降档，谁来体验？很有信心。反对罢免我的倒数几率达到70-80%。所以并不会担心这样。我一点都不会担心。目前国民党立委通过第一阶段罢免的，敢若剩陈超明、柯定军和林派雄还未公布审核的结果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